各位聽眾好，而家我係準備講一系列，就講關於佛學嘅問題。一提到佛學，咁就有好多人係好反感，特別係我認識一啲年青人，佢哋認為佛教係迷信嘅，甚至有啲聽我講佛學嘅人，我喺大陸喺人民大學講，人民大學嗰啲博士生、碩士生都唔肯信佛教，就只係對佛學有興趣。佢哋認為咁呢個原因呢，其實好容易明白，就係唔知道點解要學佛，更加唔知道學佛原來係要修嘅，淨係一味聽埋啲講理論、講見地冇用嘅。因為所有嘅佛真正嘅佛法啊，一有個見地，一定有一個配合呢個見地嘅修習。等於點呢？我哋讀化學、讀物理都要做實驗，修習可以講就係實驗。尤其是我係讀化學嘅，化學如果淨係記埋晒嗰啲理論咧，根本一啲用都冇。你實要喺實驗室度做過實驗，知道咁嘅反應嘅時候有啲咁樣嘅情形出現，咁樣你然後先至就永遠記得呢一類型嘅反應嘅典型係點樣。即使我哋而家淨係講見地，唔係講修，而家個佛教其實係好敗壞嘅。我去到大陸，有啲好出名嘅道場招待我，見過幾個大和尚，佢哋一坐低就講啦，我哋呢度用幾多錢嚟建設，係第一期工程，第二期工程我有幾多億，第三期有幾多億。我見一個大和尚接待我呢個居士，係同我講嗰個佛嗰個寺院嘅建設幾多億元嘅建設。咁如果你再去睇下佢哋，真係條條都係財路。入到間寺，入埋去間寺嘅時要買飛入去，先至俾你拜。去到嗰啲香一定要佢個香，咁仲有啲紅帶俾你，100幾十一條，叫你許願，許完願咧就係綁喺棵樹度，對出嚟嗰度好多樹，你就撥本喺佛對住佛典嗰啲樹。咗啦，行到嗰度又話呢度有特別嘅嘢睇，又要買飛。咁我當然招待我梗係唔使買飛啦，但係睇見啲人就真係個個排隊買飛。咁呢啲情形呢，同學佛啱係相反嘅路。學佛最怕係乜嘢呢？最怕係覺得我拜呢個佛，呢個佛就會保佑我；我拜呢個菩薩，呢個菩薩就保佑我。咁樣唔係佛教，係神教，將佛同菩薩都當成神。所以咧，有啲人就話佛教係多神教。咁所以啲後生仔後生嘅學生，特別係有知識嘅學生，佢真係唔想信佛教。不過佢咧對佛學就有興趣。咁佢哋一定只係得啲佛學嘅知識。學佛使唔使要經好長嘅時間嚟到修練呢？唔使。我呢一輯就係想俾一啲好簡單嘅方法嚟真正嘅學佛。
真正嘅學佛係乜嘢？可以話係心理改造。我哋嘅心理一定有偏差嘅，能夠一步一步咁修落去，或者即使知道一啲見地，我哋跟住啲見地嚟到咁做，你嘅心理都得到改善改正。到你嘅心理改正到最圓滿嘅時候，極之圓滿，究竟圓滿，你就可以話呢個就係佛嘅心理狀態，就係咁簡單。佛係咪可以保佑人呢？唔得，冇咁嘅事。有冇一個菩薩可以保佑人？冇咁嘅事。咁但係點解我學佛啊，有時會覺得自己轉好咗呢？個環境又轉好咗，樣樣嘢似乎順利呢？就係因為你嘅心理改造到某個程度，你就得到呢一個程度嘅好處。咁我哋會周時見到好多人呢，認為個菩薩可以保佑佢，佢固之然呢就供養啦、捐獻啦。咁但係又驚個菩薩唔記得個咩名喎，所以佢要話弟子乜乜乜啊。咁佢又驚同名同姓，所以要講埋我係邊條街邊條巷第邊一號門牌，我個身份證號碼係乜，我個電話號碼係乜，咁嚟做供養。咁呢啲係完全對修心嚟講係行咗相反嘅路。所以啊，你哋唔好以為聽我教你修心，修完之後就有佛保佑你，唔係，係你自己保佑自己。你嘅心理狀態圓滿嘅時候，你好多事情就會順利㗎喇。修心，我頭先用心理改造嚟講，就其實係通俗。如果用止，就將個心安住喺一個境界裏邊。觀係跟住一啲教授，跟住個脈絡去觀察自己個心，咁又一步一步嘅止，一步一步嘅觀。如果真真正正歸依咗一個上師，有系統咁學佛，佢首先做嘅止觀呢，就可以係5個過程：止觀、止止觀，咁就完成咗第一階段嘅過程。咁而家我哋當然唔會教你啲止觀、止止觀啦，我哋就係講普通嘅修心，任何人可以做。甚至一個細路仔，你都以指導去做。而家我傳嘅係無咎有上師嘅修心7法，呢個係入門。要入修佛嘅門、學佛嘅門，呢個7個修心嘅法係基礎。要做好呢個基礎，其實淨係普通人、一般人做好呢7個基礎已經非常之好㗎喇。你哋聽起嚟覺得一啲神奇都冇，好平常。其實平常先至係佛學，平常先至係佛嘅修為。你哋一定有聽過名詞叫做平常心，呢個就係禪宗個心。禪宗最提倡嘅就係平常心。有一個禪宗嘅公案就講啦，有個老和尚，有個小沙彌一路服侍佢，服侍到個小沙彌咧，由細路仔都長大啦。咁有一日佢就同個老和尚講，佢話：師父，我跟咗你10幾年。你一啲教嘢都冇教過我，你可唔可以教啲嘢俾我點樣修啊？咁個師父一拍個台鬧，
佢話你裝飯嚟我就食，你斟茶嚟我就飲，你遞件衫嚟我就着，咁就話冇教你？咁我和尚仔好唔忿氣啦，俾佢鬧完。不過行翻出去，因為佢究竟聽過師父講過咁多佛學，佢一諗，哦，我師父原來教我乜嘢啊？平常心是道啊，道就係修法啦，平常心就係修法啦。最平常嘅就食飯、飲茶、着衫，日常生活就係佛學啦，就係佛法啦。所以我哋修心七法，其實係結合咗日常嘅生活嚟到學嘅。聽眾裏邊如果有人對佛學冇興趣或者好反感嘅都好啦，就唔該你聽我講幾輯，咁睇下你覺得講得合唔合理，係咪平常人都可以收到？而且我可以講，你即使信任何宗教嘅人，你都可以嚟聽，你都可以照咁做。我喺加拿大開咗一班就係用英文講佛學嘅班，其中有猶太教嘅人，佢哋就問我：如果跟你學佛，係咪要放棄我嘅猶太教啊？我話唔使，你照翻嚟猶太教啲嘢嚟做。不過跟住我講個原則嚟到做，結果佢哋唔覺得我講嘅嘢同佢個宗教有衝突，咁所以佢就可以學得落去。所以任何宗教、任何年齡、任何職業，咁樣可以話喺目前嘅社會嚟講係好需要，因為而家呢個社會做唔公正嘅事嘅人實在太多啦，賣假藥、賣假貨、電話騙案，你見到真係冚唪唥係以前冇嘅。喺我年青嘅時候，喺我中年嘅時候都冇咁多嘢，而家冚唪唥出晒嚟。乜嘢事？心理歪曲，因為心理歪曲，所以佢哋就做啲歪曲嘅事。電話騙案嗰啲設計好好嘅，所以受騙嘅，你睇加拿大受騙嘅大學生受得最多，因為佢喺大陸嚟讀書，唔熟悉嘅環境，所以咧即使大學生都會俾佢呃到，佢哋可以用電話嚟綁架人嘅。叫你喂嗱，而家凍結你個電話，手提電話你千祈唔好打，打咧就點點點，因為你已經犯咗咩事，咁然後就對我屋企講嗱，我綁架咗你個仔，你寄幾多錢嚟放我啦，咁屋企就快啲寄錢嚟，咁佢就原來係咁嗱，咁呢一類咁嘅嘢咧，真係極端心理歪曲嘅人至想得出嚟極端歪曲嘅聰明辦法。